他们终于一步一步走入了这场局。师尊，师尊的心愿很快就要实现了，我恳请师尊一路庇佑，让他们有去无回。师尊，你做得很好，但千万别伤他性命。师尊，如愿便好。这里就是月灼渊最深的渊底了。小心！这里真的很奇怪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连凤鸣声都听不到。安静，才真的不可预测。那边是什么？那里就是真正的月灼渊。你们看，那还有只火凤凰，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到？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你来我这看，你看，我也看不见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也看得见？这，嗯？哎呀，你们回来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们在月灼渊出什么事儿了呢。我们能出什么事儿？小心！我没事。是凤雪的影子，又是他，我去会会他。你们留在这儿。哎，你留在这儿，我去帮他。哎，你小心啊！孟叔前辈，请留步。
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杀了我姐姐！原来你假冒医生，暗藏祸心，行刺王女，人赃并获。妹妹，你千里迢迢赶来我们玄机，出席这场大戏，实在是太热闹了。是你。 你陷害我！陷害？这人都是你杀的，你还拿着刀，害人的不就是你吗？你假冒医圣的身份，故意接近我母王，趁机下毒。你步步为营，精心算计，今日你就把我姐姐杀了。莫非他对你一片真心，实在是可悲可叹。 别白费力气了。自从那日你收了我的那个如意，你就陷进了这个圈套，很难脱身了。你对我下毒？下毒？下毒怎么能逃得过无极太子的眼睛？我只不过是让我的师尊稍稍的帮我动了些手脚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怎么看得出来？我要把你从我身上夺走的全都夺回来，无论是身份、地位，对，还有无极。因为这一切本来就属于我，本来就是我的，是我凤静凡的。 不然，冯静凡，冯静凡，我求求你了！我早就看透你是什么人了。 我早就知道你从娘胎里带出的妖媚，你早该死！我当时就应该杀了你，为什么要留下你这个活根？为什么让你活着，让你成为我和无极之间最大的障碍？你夺走了我最爱的人，抢走了我这10几年来最珍重的一切，你夺走了我这10几年来最看重的一切。 你早该死在那不见天日的冷宫里。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是你活该，这都是你的报应。 报应！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人叫徐婉，错就错在他当初为什么要救你，错在不应该留下你这么一个祸根，所以他死有余辜。我到底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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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你是杀害玄机王女的凶手。
赶不及了。你说了不算。这是玄机杀人的钟声，一切已成定局，覆水难收，你赶不及的。你说了不算。要救你的人可以，跟我做个交易吧。我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想必你是面具戴久了，忘了你自己究竟是谁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医圣宗岳，因为我先前在天泉皇城见过真正的宗先生，我也见过这个鱼下犯上的贼女子。当时君父皇帝就下令说要杀了他，没想到他竟然跑到我们玄机国来了。是吗？就是他杀了我姐姐，我亲眼所见，他当时还拿着刀，就是他杀的。他说无极太子不能跟我们玄机王女结下姻缘，他还说无极太子只能是他一个人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一没有杀人，二没有害人。到底杀人的是谁？到底有罪的人是谁？陛下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放心，我会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个葬礼，昭告天下，就说你是为了江山社稷操劳过度而死。可是这朝廷上下的悠悠众口，我又怎么能堵得上？母王，谁？是我。你怎么会来的？擅自离宫，你可知该当何罪？我是带来了新抄写的佛经，本来想为母王静心养神，可眼下母王好像又添了新的麻烦，恐怕这一本却不够。好大的胆子！母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愿为母王分忧。不管我看到了什么，母王心里应该清楚。儿臣是向着母王您的，真的。眼下，儿臣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。起来说。儿臣心系母王，便想求这医圣宗岳好好调理母王的身子。可我瞧着这个医圣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他就是之前在天泉陷害我的那个扶摇，根本不是什么医生。此人居心叵测，步步为营。母王，您可知他为何前来玄机？为何？因为尽管说出来。因为他就是风无名。你为何不早说？我也是刚刚知道，这便前来禀报。像，真的
母王放心，只要我们斩草除根便是。我们师出有名啊，扶摇假冒医圣，暗藏祸心，行刺王女，当斩。大胆贼女，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！此女冒充医圣，暗藏祸心，行刺王女，当斩！等一下，可我按这些罪名，我都无所谓，但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。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啊，凤静凡？你是谁？扶摇姑娘，你一定是一时间被死心塌欲蒙了双眼，日后我一定会诵经为你超度，化去你这一身的戾气。禀奏陛下，王太女遇刺身亡，实为玄机国举国伤痛之事。但如今玄机风雨飘摇，国不可一日无楚。臣等奏请佛莲公主继任王太女之位，以安定人心。不，还是先为王长姐报仇雪恨，惩戒这个真凶之后再说吧。一切的恩宠赏罚，皆由母王您定夺。无极太子到。陛下，宫里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怎么也没人通知我？禀奏陛下，行刺王太女的这个人是假扮医圣宗岳而来不假，但到底还是无极太子带入玄机，举荐给陛下的。如此说来，太子殿下是不是对我玄机有所企图啊？说起来，我们玄机可对你们不薄啊。如今大灾之年，皇城闹了戾气之毒，我们甚至还多送了30车金子给你们。历年的进贡也从来没有过亏欠，宁愿我们自己少些用度，也尽量保证皇城的开销。要说忠心耿耿，玄机一向是处心竭力。不求您记着我们的功劳，但至少不应该暗箭伤人吧？倘若太子殿下对我们有什么成见，不如直接说出来，何必借他人之手呢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假冒宗岳一事完全是我一人所为，与太子无关。您要罚，就请罚我一个人吧。一人之事，那便一人治罪。来人，在。将这个假冒医圣的刺客打入狱牢，严加看管。是。你们，陛下，此事尚有诸多疑点，我想恳请与陛下私下交谈，还请务必要答应。
病未愈，此刻已心力交瘁，请太子殿下见谅。太子的事，还是改日再议吧。恭送陛下。